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一句话讲，囡仔是3岁乖，4岁呆，5岁上界歹。这是讲到囡仔成长的过程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乖，有乖无乖乖，读个歪乖第一条。字典解释讲，乖是形容一个人捌代志、听话、顺从的意思。咱讲伊有乖，或者是讲这个人足乖卡。若颠倒变的词，就是乳头。不离个正特别的，就是乖，买当形容一个人的个性长，或者是怪怪歹斗阵。咱讲这个人是乖撇。若古早台语字典也有写这里有另外一个音，读做乖第7条，意思是讲紧去抓到，或者是讲有啥物款的差错，买当形容是利益，互人夺取等等。像讲怪着骹，互人怪一个了真侪钱，也有一寡人客拢互伊怪气。也有一个词读做乖尊，这是形容意气用事，或者是讲去求弯，像讲手气乖尊着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乖张，这是形容一个人固执，或者是意气用事。第二个词读做乖撇，这嘛是形容一个人的个性真固执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阿明个性真怪撇，拄着代志拢做怪张，本来是简单的当处理的代志，煞变做歹收煞。有影是好好孝，大家赛哪流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乖，古早台语字典也有写一条另外一个音读做乖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